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2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7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5天。前线共发生143起战斗。来自苏媒的重磅消息，经俄军空降频道证实，俄军第15海步旅、第40海步旅、第30摩步旅、第51空降团等已全部撤出苏美地区。撤退过程中遗弃了大量的重型装备，被丢弃路边的装备包括自行榴弹炮、步兵战车等。这些装备有的被摧毁，有的是看上去还是好的，被遗弃在路边丛林里，显得这个撤退不像是撤退，更像是逃跑溃败。虽然这一次没有这个3年前那个哈尔科夫大溃败那么夸张，但也有点屁滚尿流的味道。丢盔弃甲溃逃，这个在俄军里面是屡见不鲜这是有着优良传统。2022年这个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抵达基辅城下的这个闪电战不幸打成了这个持久战。俄军也是扔了很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也不能怪俄军扔掉因为逃跑的时候这些装备，第一个它是很容易成为那个标枪导弹，对吧？那反坦克导弹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玩意儿耗油，就是没有油它就变成一个铁棺材，反而成为个累赘不如两条腿腿着，这样灵活机动。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很多装备就扔掉保一些少量的装备撤退，因为它油料后勤跟不上，有的甚至自己把它炸。所以说2022年这个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在基辅城下一路上就扔掉了7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实际上最近已经看不到那个俄式坦克那个就是炮塔飞到100多米高空中这个场景很难看到。我想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视频是不是见得非常多坦克殉爆那个炮塔飞到了这个30层楼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核电站致功率骤降，燃料出口码头起火。这是俄罗斯这个国防部的消息说俄罗斯国防部称当天至少有95架乌方无人机在俄境内10余个地区被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卓兹登科表示至少10架乌方无人机在当地的叫乌斯卢加港被击落，残骸引发火灾。过火区域位于俄天然气巨头诺瓦泰克公司运营的燃料出口码头，消防和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扑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诺瓦泰克出口的石油主要销往亚洲市场，包括大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地区，同时也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供应航空燃油。既然是一个石油码头，那就不是什么无人机坠落引起的火灾，那就是乌军精准打击。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俄乌边境附近的库尔斯克核电站表示，一架无人机在午夜后不久被击落，并在核电站附近爆炸，损坏了辅助变压器，迫使3号反应堆输出功率降低50%。厂方强调，厂区及周边辐射水平保持正常，火情已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其余反应堆中2座仍在运行，但未发电另一座正在进行例行检修。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接获核电站因军事行动导致变压器起火的通报，并再次强调各类核设施应该得到持续保护。这个很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假旗行动也就是打到现在乌军根本就没有袭击过核电站，打核电站得不偿失因为这个核电站就在俄乌边境一旦发生核泄漏，乌克兰遭受的损失不比俄罗斯轻这个很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假行动也就是他要么是烟头，对吧？要么是防火措施没做好，变压器起火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导弹自己的这个误击，这都有。总之俄罗斯的这个消防队员很忙由于乌军继续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腹地。8月24日上午，俄罗斯各地都响起了防空警报。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击俄罗斯境内多个机场，包括莫斯科的机场关闭，乘客们抱怨俄罗斯航空的服务缓慢，甚至俄罗斯境内很多地区的这个移动互联网中断，也就是这个俄罗斯人手机没有信号，连不上。俄罗斯7个机场启动了地毯防空计划，共延误航班91班，其中39班取消。俄罗斯人越来越切身的体会到战争带来的影响。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瑞典向乌克兰交付 ASC890
空中监视指挥机，也就是预警机啊。这些瑞典飞机上的雷达水平覆盖面积为50万平方公里，探测范围超过18200米高空。在海上，该系统可以探测和跟踪战斗机、空中盘旋的直升机、巡航导弹，甚至像水上摩托艇一样小的海军目标。乌克兰和瑞典国防部长还同意在两国联合生产国防装备。这个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访问基辅卡尼宣布加拿大将拨款超10亿加元，大概7.2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将于9月份运抵乌克兰。今年6月卡尼在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加拿大将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超20亿加元的军事援助，援助内容包括无人机、弹药等多种武器装备。卡尼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称，这笔资金中的超10亿加元将用于充实你们的武器库，我们将提供无人机、弹药和装甲车，这些装备将于下个月抵达。这个卡尼还说普京不是戈尔巴乔夫，他带来的是黑暗，不是公平，且不遵守诺言，也就是指的是布达佩斯备忘录最重要的是，这个马克卡尼他居然说俄罗斯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加拿大将加强与乌克兰、欧盟和美国的合作，确保俄方无条件归还乌克兰儿童。这个卡尼还强调了两国之间的深厚联系，并指出超过100万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视加拿大为家，这意味着乌克兰土地上每一次胜利和每一次悲剧在我们这里都能深深感受到。卡尼承诺将继续提供支持，并告诉乌克兰人，我们将与你们一起捍卫主权，实现你们对国家的梦想。同时这个加拿大正在考虑派遣部队作为这个叫志愿联盟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也就是加拿大准备派兵跟英国法国一道。乌克兰国防部长施梅加尔与德国军工企业首席执行官叫凯策尔讨论在乌克兰设立新的合资企业，以生产装备和零部件。施梅加尔在电报频道上公布了这一消息。乌克兰国防部长介绍，目前还在推进建设维修和服务中心，以便快速修复和维护装备。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他说乌克兰从美国政府接收3350枚增程攻击弹药空射导弹，这种导弹能够打击450公里以外的目标。预计这些武器将在6个星期内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但部署这批导弹需要五角大楼授权。这个总价值8.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主要由乌克兰、欧洲盟友提供资金。但同时这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自今年春季末以来，一项尚未公布的美国国防部高层批准程序，以阻止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任何美国制造的远程陆军战术导弹。两名官员爆料称乌克兰曾至少一次试图使用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但因白宫试图将克里姆林宫拉回和平谈判桌，因此美方限制乌方采取这项军事行动，削弱了基辅在抗击俄军攻击时的作战能力。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消息很有意思他首先说美国政府要给乌克兰援助3300枚增程这个导弹能达450公里，这是要干什么？这个再结合这个特朗普前2天在那个真相社交媒体上说一个国家对吧，如果不能进攻这个什么侵略的一方，那么他很难取得什么战争胜利，大概这意思就像那个什么棒球橄榄球是不是？你一味防守你不进攻你赢不了，给人感觉他就是暗示要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那再结合对吧，这个美国政府要给乌克兰3300枚这种450公里的外的这种射程的导弹，什么意思？如果再结合这又是他自己对吧，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他说从春季末就是以来1季度以来也就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就是禁止乌克兰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甚至连这个风暴翼还有斯卡普导弹都不行。而且这个最终审批权在那个国防部长豪克塞斯手上，说这一项程序需要层层批准，是由那个一个副的国防部长制定的，这目的就是逼乌克兰要和谈。如果大家再想象一下这个特朗普又是掐断了那个情报共享，
对吧？又是暂停军事援助，又是新链掉链，结果啊，这么一折腾，乌军本来在这个库尔斯克打得还挺欢的，结果对吧，就被人赶出库尔斯。这笔账不管怎么说都要记到特朗普头上，叫成事不足啊，败事有余。那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放出这种消息？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为他想跟普京和谈，给普京施压，还是要逼普京谈判。这批武器6个星期到了乌克兰，如果能顺利到乌克兰到时候能不能用，能不能真的用打击俄罗斯境内，这也是要打个问号。特朗普是3天1变，1天3变，从这个数量看还是可以的3300枚这个远程导弹能打450公里，1天100枚能打一个半月，这个可够俄罗斯受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宣布该国将出资约7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购置爱国者防空系统。奥斯陆将与德国共同出资购买2套爱国者系统以及配套导弹，并参与采购叫亨索尔特雷达与康斯伯格防空系统。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34周年纪念日，也就是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在索菲夫斯卡广场举行。泽连斯基向捍卫者、志愿者、记者和外国志愿者授勋。在这个纪念日，泽连斯基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视频讲话。这个视频讲话一共12分钟，我给他截取了一下，大概有5分钟他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把泽连斯基的这个再一次表明他的这个坚定的态度也就是说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再次重申将反击俄罗斯，并提出有尊严的和平。被国内的很多这个黄俄把它理解为泽连斯基宣布扩大战争。泽连斯基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Так і наша Україна вистояла супроти великого лиха, яке Росія принесла на нашу землю. У цьому нульовому кілометрі це початкова точка відліку, де написані відстані до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міст, до нашого Донецьку, нашого Луганську, нашого Криму. І сьогодні ці позначки, вони мають вже зовсім інше значення. Вони вже не лише про кілометри, вони нагадують, що все це Україна. І там наші люди, і жодна відстань між нами це не змінить, і жодна тимчасова окупація це не змінить. І одного дня ця відстань між українцями зникне. І ми знову будемо разом, як одна сім'я, як одна країна. І це лише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Б'є справедливість. Так б'є Україна, коли її заклики до миру не чують. Скільки разів ми пропонували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скільки разів ми казали, ми хочемо тиші, ми прагнемо миру, але достойного і всеосяжного, і тому розраховуємо на силу всього світу. Ось така Україна тепер. Ось така Україна ніколи більше в історії не буде примушена до сорому, який русські називають компроміс. Нам потрібен справедливий мир, яким буде наше майбутнє вирішувати тільки нам. І світ це знає, і світ це поважає. Поважає Україну, сприймає Україну рівною. Україна, яка може реально за добу зібрати і об'єднати довкола себе лідерів світу. Україна, з якою хоче спільно виробляти дрони Америка, весь світ. Україна, яка відновила єдність Європи і США і тепер є основою цього 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яка стоїть на своєму і може постояти за себе. А тому Україну чують, з Україною рахуються, до неї дослухаються. Її місце за столом. Їй не кажуть «почекайте за дверима», їй кажуть «вирішувати тільки вам». Саме таку Україну тиждень тому я мав че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яти 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Сьогодні і США, і Європа погоджуються. Україна ще не перемогла, але вже точно не програє. Україна виборола свою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Україна не жертва, вона боєць. Україна не просить, вона пропонує союзництво та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айкращу армію в Європі. Передові оборонні технології, досвід стійкості. Ми кажемо, нам потрібен ЄС, так, але ми потрібні йому не менше. І це визнають всі, і такою визнають Україну. Не бідною родичкою, а сильним союзником.
Саме про це коаліція охочих. Саме про це був Вашингтон, про це і про те, як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сталий, надійний, тривалий мир.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є його, бо отримає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Настільки сильні, аби більше нікому в світі навіть в голову не змогла прийти думка напасти на Україну. Це не тільки наша мета, це саме те, що ми хочемо і маємо передати в спадок своїм дітям та онукам. Україну сильну, Україну рівну, Україну європейську, Україну незалежну. Щоб вже розірвати замкнені кола історії, у яких кожному поколінню чогось не вистачало, аби зберегти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І кожне нове покоління заходило на новий виток і знову змушено братись по зброю, знову має захищати себе і відвоювати свободу. Ми не маємо передати цього нащадкам. Ми будуємо Україну, у якої буде достатня сила і міць, аби жити в безпеці і мирі. Щоб на цій площі, на Майдані нашої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під своїми прапорами, на своїй землі, наші діти, наші онуки святкували День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в мирі, в спокої, з впевненістю у майбутньому.这个泽连斯基啊，他可以说是铿锵有力啊。乌克兰在历史上永远不会再被迫接受俄罗斯人所谓妥协带来的耻辱，也就是土地换和平。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不是一个穷亲戚，而是一个强大的盟，不卑不亢，这叫独立自主。乌克兰需要欧盟，同时啊，欧盟也需要乌克兰，这就是实际情况。泽连斯基说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迟早要回到乌克兰的怀抱，也就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些地方他都不能让，就不要说啊，让乌军撤出自己的领土，这不是白日做梦吗？痴人说梦。最后啊，泽连斯基铿锵有力阐述了为什么要战斗，这个就解释了很多黄俄心中的疑惑啊，因为黄俄他理解不了，他总污蔑乌克兰人，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图什么呢？对吧？你们乌克兰人都死光了，最后领土给了这个俄罗斯，什么矿场给了美国，又是什么对吧？这个乌克兰的精英赚得盆满钵满，跑到国外去，乌克兰老百姓都死了，死的都是老百姓。所以你看啊，泽连斯基最后一段话说的多么漂亮，不能这么周而复始，对吧？也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要阻击俄罗斯，为后代子子孙孙，对吧？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环境，不能让后代子子孙孙，对吧？永远面临着战争，面临着俄罗斯的侵略，这个事情必须要解决。所以说，你看啊，泽连斯基强调安全保障，也就是一停火，取得和平以后，这个战以后就不能再打了，不会再有战斗了，否则的话，这战就白打了，下一次还得打一个，还得死很多人。正因为这样啊，美国的媒体说啊，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倡议，事实上陷入僵局。本周初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满怀信心宣称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但周四他却突然改变论调，称乌克兰无力击败俄罗斯。这种语气变化表明，最初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白宫组织普京和泽连斯基会晤的计划宣告失败，目前两人会晤仍遥遥无期，对吧？泽连斯基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了，那俄罗斯的态度呢？其实一样。8月24号，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声明说，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面在阿拉斯加没有讨论，这个话题是在之后提出的。泽连斯基说将与普京举行会晤，但不能仅仅为了合影而会面，让泽连斯基借机宣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因为合法性问题需要单独讨论。普京和特朗普总统希望实现乌克兰和平，但欧洲政客的行为表明他们并不想要和平。你看看啊，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根本无异于要这个普京和泽连斯基会晤，双方直接面。这个乌克兰的独立日他收到了很多国家元首的这个祝贺，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吧？说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我们向乌克兰人勇气和英勇致敬。自独立34年以来，乌克兰人民依然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为自己的主权与自由而战，也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欧洲大陆安全而战。乌克兰人民在追求正义和平的斗争中，法国将永远站在你们身边，无论今天还是明天。8月2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致贺，并宣布阿塞拜疆和乌克兰在主权问题上团结一致。值得称赞的是，我们两国在领土完整和主权问题上按照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相互支持，团结一致。阿塞拜疆将继续向友好的乌克兰人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支持和援助。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大国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发了贺电，他说：“尊敬的总统先生，值此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我仅向你和友好的乌克兰人致以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推特平台上发表评论他说：“我感谢主席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致以的祝贺，并强调我们有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长期双边对话，以促进和平、稳定与繁荣。”不要小看这个祝贺这是乌克兰独立日这个第34周年，就是乌克兰独立34周年。这个时候给乌克兰发个祝贺，说明什么？说明你承认乌克兰是个独立国家，就这么简单。乌克兰是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它就享有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对吧？一切独立国家所该有这就是态度。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说土耳其正在考虑派遣军事特遣队前往乌克兰作为安全保障的可能性。这个能想象得到土耳其是不会放过这么机会的。8月23日，亚美尼亚爆发抗议俄罗斯九姆里军事基地的示威活动。自8月23日上午起，俄罗斯军事基地内就开始播放亚美尼亚歌曲。报道称，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对俄罗斯军人做出了攻击性手势，以共和国的名义党及其支持者在九姆里俄罗斯军事基地组织抗议活动。他们要求亚美尼亚政府将俄罗斯军事基地从九姆里撤出。俄罗斯军队在亚美尼亚没有立足之地。不过这个普京一贯用他的这个话术来混淆视听来宣传。8月22号，这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没有不友好国家，只是在某些国家中有不友好的精英。你看看，也就是全世界没有俄罗斯敌人，只有些国家那小撮分子精英，他们是反俄恐俄。俄罗斯的朋友遍天下，都是朋友，就问你服气不服气。然后这个普京还说整个乌克兰都是自己人。这个相关视频大家可以在网上看这也是记者向他提问，您提到了我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乌克兰地区，这个普京强调俄乌人是一家。你看这个调调跟胡锡进老师是不是一样，对吧？这都是俄式宣传留下的烙印。那有网友就说了，既然乌克兰是你们一家人，你那个导弹无人机伊斯坎德尔这个沙河的无人机，还匕首口径导弹，还有什么帧数，全部招呼而且都是招呼那些平民设施，炸死多少？这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不打不相识是吗？不查惨案，血迹未干。这个时候刽子手居然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互相屠戮，所以这就是俄式宣传就或者叫苏式宣传动不动跟你就是一家人，完了一家人该揍还是要揍，越是一家人越打得狠。这个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副主席克拉西尼科夫在接受这个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与大国一同纪念充满英雄色彩的过往。他还表示，俄中两国均非侵略民族，这一事实将两国人团结在一起。这个说法你跟加头老师说可以跟胡锡进老师说也可以，对吧？我想，对吧？大国大部分人不能接受这个荒谬的观点这一事实将两国人民应该说这一事实将俄国人民和黄俄团结在一起这个还能说得过去。那个海参崴是怎么回事对吧？海参崴侵占之后把名字改成叫什么征服东方，又是怎么回事这还不叫侵略征服东方你都征服了还不叫侵略所以跟强盗做朋友，你就得做好准备，随时受侮辱受羞辱。这个拉夫罗夫曾经说过他们那个领土都是谈判得到的，没有费一兵一卒所有的土地都是谈判得到，都是你们愿意送给他，你说气人吗？要是加头老师胡锡进老师单权，有可能真有可能送，孝敬额驸嘛。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